好，等我哋繼續跟進翻啲國際時事。美國一間學校家長之間出現爭議，事關校方安排嘅遊學團目的地係美國，但有啲家長就覺得而家美國嘅政治氣氛唔安全，仲話之前有遊客遇到麻煩嘢，所以要求取消行程。有啲家長就認為去美國嘅風險增加咗，尤其係對一啲族裔或者特定背景嘅人嚟講，可能會有歧視，甚至乎係更加嚴重嘅事件發生。佢哋舉例話，之前都有啲遊客喺美國受到不公平嘅待遇，甚至乎係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校方就表示會密切關注美國嘅情況，並且會同相關部門保持聯繫，確保學生嘅安全。佢哋強調遊學團嘅行程都經過仔細嘅規劃，會盡量避免去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同時會加強學生嘅安全意識教育。但係反對嘅家長就覺得，就算校方做好準備，都難以保證絕對安全。佢哋寧願取消行程，或者係改去其他地方，例如係歐洲或者係亞洲。而家雙方仲未達成共識，校方話會進一步同家長溝通，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大家都接受嘅方案。呢件事反映出唔少人對美國嘅社會治安同埋政治環境感到擔憂，尤其係對一啲來自其他國家嘅人嚟講，去美國旅遊或者學習都可能要考慮更多嘅風險因素。無論如何，希望校方可以充分考慮所有家長嘅意見，做出一個對學生最有利嘅決定。各位聽眾早晨，依家為大家報道一則本地新聞。哈利法克斯警方表示，正調查一宗發生喺星期一晚嘅命案，案發地點位於達茅斯，一名男子被槍擊，當場證實死亡。警方發言人透露，初步調查顯示案件並非隨機襲擊，但暫時未公開死者身份。調查人員正呼籲公眾提供任何與案件相關嘅線索，包括目擊證人嘅證詞或者現場嘅影像記錄。任何人士如有消息，請立即聯絡哈利法克斯地區警察。警方強調，現階段調查仍然處於早期階段，希望公眾保持冷靜，避免散播未經證實嘅消息。案件嘅進一步發展，本台將會繼續跟進報道。早晨各位聽眾，繼續同大家報道翻啲國際焦點。講到網絡文化對青少年嘅影響，近期一套喺英國拍攝嘅劇集 Adolescence 就引起唔少討論。呢套劇講述一個13歲嘅男仔受到所謂嘅男性圈 Manosphere 影響，最後竟然殺害咗佢女同學。劇情聚焦喺呢單慘劇發生之後所引發嘅一連串複雜問題，好似家庭、學校同埋社會責任等等。自從3月初推出以嚟，已吸引咗全球超過6600萬人次收睇，可見大家對呢個議題都相當關注。呢套劇之所以咁受歡迎，其中一個原因係佢觸及到現代社會一個非常敏感嘅話題，就係網絡資訊，尤其係一啲偏激嘅思想對青少年嘅價值觀同埋行為會產生幾咁深遠嘅影響，同時亦都引發咗大家對於網絡監管、青少年心理健康同埋教育制度嘅反思。有評論認為呢套劇並唔係單純想賣紅血腥暴力，而係想透過一個極端嘅個案去提醒社會各界要更加重視青少年嘅網絡使用習慣，同埋加強對佢哋嘅價值觀引導，避免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好，繼續同大家跟進一單海個案。加拿大公民啊貝內特 David Bennett 同佢老婆威爾考克斯 Jane Wilcox 今年冬天去咗多明尼加共和國度假，點知準備返加拿大嘅時候，貝內特喺機場安檢嗰度被截停。據威爾考克斯女士講，佢老公被當地政府控告涉及毒品罪名，暫時唔可以離開多明尼加。事源係有一個行李箱俾人誤認為係貝內特嘅。威爾考克斯強調，呢啲指控完全唔符合佢老公嘅性格，話件事簡直係無中生有。目前加拿大政府已經介入，嘗試提供協助，希望可以盡快解決呢件事，俾貝內可以安全返到加拿大。我哋會繼續留意事態發展。各位聽眾早晨，啱啱過去嘅週末，安大略省受到冰暴吹襲，造成廣泛地區停電。Hydro ICE 話，目前仍然有超過37萬個客戶未恢復電力供應，因為冰暴導致樹木倒塌，壓壞咗電纜。有圖片顯示，亨治維爾一處物業嘅地面鋪咗一層大約2厘米厚冰，連 Muskoka 椅子都被冰封住，搶修工作仍然進行緊，希望盡快恢復供電。我哋會繼續關注事件發展。以下係一段約莫60秒嘅粵語新聞稿。
安省西北部58號原住民社區因為自身冇戒毒中心，所以就安排咗42個成員去雷灣嘅 Norwest 酒店同會議中心接受戒毒療程。呢個療程由 EDers 負責促進，精神領袖 Danny McCannell 都有喺現場提供支援。據了解，長湖58號原住民社區希望透過提供現場醫療、社交同文化支援，幫助佢哋嘅成員安全咁戒除物質濫用嘅問題，從而促進社區嘅整體健康。講下香港新聞先，各位聽眾早晨，繼續同大家跟進香港嘅時事。特區政府啱啱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同反對美國發表嘅2025年香港政策法報告。政府發言人批評美方對香港嘅言論失實，而且係烏蒙莫克。聲明質疑報告嘅內容，話報告明顯係為咗保護美國獨大嘅政治目的而編製。發言人指出，呢份報告再次顯露美國霸權主義下嘅野蠻，指美國為打壓其他地方嘅發展權利同安全利益而堆砌故事，穿鑿附會，係明顯為服務美國自身政治利益而創作嘅製成品。發言人強調，香港嘅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同個人都無權干涉。特區政府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並且會繼續依照基本法同相關法律保障香港居民嘅各項權利同自由。政府聲明有提到，香港嘅營商環境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然穩固，而且正喺中央政府嘅支持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聲明敦促美方停止干預香港事務，並且以客觀、公正嘅態度看待香港嘅發展。香港迪士尼為咗慶祝20週年，宣布會捐出20萬張門票俾有需要嘅人士，而且今個月17號會搞20週年派對嘅預覽活動，到時會有超過550位嚟自內地、台灣、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地嘅迪士尼粉絲、傳媒朋友同埋內容創作者出席。中學文憑試筆試今日開鑼，頭一科考試國藝術，考評局舊年嘅電子監考系統 PASS2 曾經出過事，不過考評局下午就話今日各個試場大致順暢。考評局主席林群星就話對考試順利完成感到鼓舞，但強調唔會鬆懈，繼續嚴陣以待，密切監察聽日開始嘅4個核心科目考試，確保考試順利進行。旺角道同洗衣街交界今朝發生交通意外，晏晝3點幾，警方收到報案，話有架輕型貨車懷疑失控撞咗交通燈，男司機當場暈低，其他司見到即刻報警同幫手，救護員之後將司機送去廣華醫院搶救。消息話貨車當時有載客，個乘客話自己電召客貨車由旺角去沙田，司機揸車嗰陣懷疑突然暈低，之後就出事。以下係多倫多天氣。多倫多今日天氣報告，朝早7點，氣溫零下0.3度，主要天晴，氣壓101.9千伏，濕度65%，北風14公里，空氣質素3，發出咗惡劣天氣警告，呼籲市民留意天氣變化，採取安全措施。預計今日最高氣溫零上4度，有3成機會落雪，西北風20公里，陣風高達40公里，紫外線指數5，屬於中等。今日嘅新聞報道就到呢度，祝各位有個愉快嘅一日。